師嘅拜師父母咧，透過一系列咧好似舞蹈咁嘅動作啦，咁咧舞蹈方面咧係同呢個神話故事有關嘅喎，咁嘅相當之莊嚴嘅一個儀式嚟㗎，咁咧係可以愛嚟咧尊重自己嘅父母啦、師傅啦，係感謝佢哋嘅付出啦，亦都向神明祈求咧，祈求跟住落嚟嘅比賽咧可以順利嘅喎。大家都發現咧，兩位泰國嘅師傅咧，同我哋剛才香港嘅師傅咧，喺做位庫嘅時候咧，就有啲分別喎，咁都相當難得㗎。咁在場嘅朋友咧，可以咧影低去留為紀念啦！呢啲係真係最傳統一啲泰拳賽事嘅拜師拳王位庫嚟嘅喎。比賽馬上開始，請我俾支熱烈嘅掌聲，兩位泰國嘅拳手啊！第一個回合。
第一個回合完，第二個回合喐咗。第二個回合完，好精彩啊！大家俾最一致嘅熱烈掌聲、歡呼聲！係咪拉緊咗啊？Final run。睇到兩位師傅啊，索晒索擺，左爭右爭。二球踩，二球拐。俾啲掌聲兩位啊！非常之努力緊張刺激啊！你咁俾多啲歡呼聲佢哋好啊！比賽結束。一場咁精彩、緊張、刺激嘅比賽咧結束咗啦，值得大家俾多啲掌聲。本年實大家我哋江龍盛喜食富商太福級2020嘅泰拳比賽嘅頒獎典禮咧，現在正式舉行㗎啦喎！